住喺宏福苑宏建閣嘅蘇先生喺火災中幸運逃生，雖然心有餘悸，但更加想一步步重建生活。火災發生嗰陣，佢正喺屋企休息，直到大仔叫醒佢，佢先驚覺有危險。佢話火燭咯，我都話佢叫我走啊，我話我唔走啊，你自己走，我要瞓覺。跟住佢打開窗俾我睇咗，我見到啲對面嗰啲火咧係已經噴出嚟咯。咁啊，我就嗱聲攞咗銀包啊、手機啊，着住拖鞋就咁。幸運嘅係，一家5口都平安無事。而家佢太太同3個仔暫時住喺屯門黃金海岸酒店，仲收到來自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嘅慰問金同生活物資。我哋有個晉江嘅同鄉會又有資助，嗰個村嘅同鄉會又有資助。2001年，佢同老婆買咗宏福苑高層單位，呢度係佢熟悉嘅生活圈。對未來，佢嘅願望好簡單、穩定同返屋企。我話住慣呢度，如果佢再翻新重建呢，我都中意住翻呢度噶。佢只希望有一個穩定嘅家，加上一啲補償就已經足夠。佢同鄰居都曾經傾過，如果有重建，大家都想翻嚟，將日常生活重新拾起。